每日做嘢咧，捱生捱死咧，為兩餐，但好似咧望見都望到終點。如果你有同感嘅話咧，記得俾個機會自己睇埋落去啦。喺香港打工咧，越嚟越難啊！做中產咧，揾得多，使得多，但時間咧越嚟越少。有冇感覺咗個無限輪迴咁樣呢？人工智能創富三部曲一定能夠幫到你。就算你冇時間、冇本金、好忙都好啦，我哋都會一步一步咧帶你做到想要嘅投資結果啦。喺我嘅教裏面咧，有好多見證，基本上咧90%學生啊都能夠賺到錢。最重要唔係揾幾多錢啊，而係通過投資賺到收入咧，有更加多嘅時間咧陪你屋企人，揾翻你嘅目標同埋夢想。而家香港同埋全球經濟非常令人擔心，甚至連自己飯碗都唔知保唔保得住。如果你都想每個月有穩定嘅收入，一定要睇埋落去。Newbie Trade 我哋嘅人工智能系統係香港少數有孵化基金支持嘅項目，一定係信心嘅保證。喺呢個課程入面，你會學識3個賺錢嘅核心。第一就係獨家嘅方法揾到爆升嘅股票，第二就係運用 AI 揾到最佳嘅入市時機，第三就係無論升市跌市都能夠穩贏嘅方法。就算你完全冇投資經驗，喺呢30日入面，我會親身帶你一步一步做到你想要嘅投資目標。我有好多學生未完成課程已經賺到學費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net 周嘉慧。最初識 TK 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呢個後生仔個樣咁細個，最 surprise 咧就係原來佢喺股票市場已經打滾咗超過10年。出咗一本財經著作，又自己咧開發咗一個 AI 系統。咁早排咧知佢參加咗一個創業比賽啦，攞咗獎，真係好戥佢開心啊！不過睇完 TK 嘅嘢咧，就知道原來可以好簡單啦，因為有 AI 咧就唔需要自己去分析，跟完 TK 學咧就幾個步驟就可以知道咧可以去買啲乜嘢，咁就咧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損失啦，同埋原來賺少少錢喺股票度都唔係咁難嘅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我叫 Gordon 啦，係一個 artist。老實講，我自己本身咧做股票係一知半解嘅，即係完全係唔敢去試，唔敢去買咁樣去玩嘅。Trader 真係任何人、任何時候都可以用得到。咁我最想用呢個人工智能創富3部曲嘅原因咧，就係每個月可以穩定啲嘅收入啦。咁等我有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啦，因為真係你知啦，做藝人即係好多時係啲收入好唔穩定，再加上我又要管理佢個生意，生意又未必係好穩定嘅時候，咁我都會擔心。所以我成日都一冇嘢做，有翻鋪頭去兼顧好多嘢。咁但係真係多咗時間去俾我自己同屋企人啦，即係唔使咁夜翻屋企見到我個女，陪下屋企人食飯，咁我都覺得係開心咗好多，同埋真係舒服咗好多。好啊，我係 Simon 啦，我係一位上市公司嘅財務總監啦，平時都好忙好多嘢做，其實都真係冇乜時間去炒股票啊。咧呢個系統就非常之好啦，咁佢有啲好清晰嘅 indicator， 其實你跟住個 indicator 去睇啦，然後你自己再做啲分析啦。咁最緊要就梗係上少少堂啦，好好地咁樣利用個系統啦，然後每日其實可能淨係花5至10分鐘嘅時間買到一啲心儀嘅股票，都好滿意啊！對個系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ddie 陳樂瑤啊。咁我本身係一個珠寶店嘅老闆啦，咁就平時除咗要工作之外咧，仲要照顧小朋友嘅。咁喺認識 Trader K 之前咧，根本咧我就係冇時間去玩股票，亦都覺得股票對我嚟講係好大嘅心理壓力，因為成日都要及住啊升定係跌啊。有一個叫做人工智能創富3部曲，配合 AI 同埋 Trader K 嘅技術咧，其實要穩賺1萬幾千咧，絕對係非常容易嘅事嚟嘅。如果你已經心喐喐，唔好再猶豫啦，立即撳入呢條鏈接，我哋會有專人聯絡你。